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係智財投資學會嘅課程總監羅 Sir， 好高興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嘅個人投資嘅知識。今天嚟講咧，主要有兩個話題想同大家分享下。第一個話題就話我同 AI 講，我想用呢個嘅 DMI 動向指數嘅模型去揾一啲爆升股，咁佢咧就俾咗一批股票名單俾我，咁我睇過之後咧，發覺呢隻股票都唔錯嘅，咁一陣會同大家分享下。咁第二個話題就話講下恒指下個禮拜嘅框架波幅區係幾多嘅。咁我哋先講第一個話題先。咁我透過 AI 人工智能同佢講，咁我想愛一啲咧係 DMI 模型嘅有機會嘅爆升嘅股票。咁 DMI 其實係所講就係一個叫動向指數嘅分析嘅指標。咁佢俾咗一批名單我，咁我睇過咧，覺得呢隻股票咧係唔錯嘅，咁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呢隻股票係邊一隻咧？就係呢一隻嚟嘅1177，咁就係中國生物製藥。咁今日嚟講係2025年11月14號，今日嘅收市價嚟講咧係7個3毫4，跌咗咧係3個仙，跌咗 0.4%。咁今日嘅成交金額方面咧係6億7800萬。咁呢隻股票嚟講個市值方面咧有1377億嘅。咁佢嘅走勢圖方面係點樣咧？睇睇個走勢圖先。咁呢個就1177。好，咁我哋撳嚟睇睇嗰個嘅圖表。呢個嘅中國生物製藥。咁呢一個係一個嘅日線圖嚟嘅。咁留意翻呢個地方。咁我哋呢個指標咧頭先提及到就用呢個嘅 DMI。一個嘅 DMI 嘅一個模型去揾爆升股嘅。呢個嘅 DMI， 咁有一個叫正 DI 嘅。咁正 DI 係邊一條咧？就呢條嚟嘅正 DI。咁其實呢個模型嘅狀況就係最重要係正 DI 升破負 DI 去同我揾出嚟嘅。咁我嘅指示就話要係正 DI 升破負 DI。咁你話呢個嘅正 DI 係幾多咧？今日嘅狀況係今日嘅正 DI 係20.3913。好啦，咁負 DI 今日係幾多咧？負 DI 係20.0771。所以你見到今日嚟講咧，個正 DI 方面嚟講咧，其實咧係宣破咗負 DI。當然啦，你睇個圖嚟講，可能咧有些少嘅距離，咁你未必睇得咁清楚嘅，因為兩個數字都比較貼近。咁但係如果你話以個數字計，咁其實呢一個咧，即係呢個紅色呢個，咁就係正 DI， 而藍色呢條即係呢個數字就叫負 DI。咁以數字計咧就突破咗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同我揾得到呢隻股票出嚟。咁呢隻股票嚟講咧，除咗呢個嘅正 DI 突破負 DI， 即係個動向指數一個突破之外，咁仲有另一個嘅優點添嘅。呢個優點方面咧就睇呢個狀況咯。呢一個好呢個部分。呢個優點方面嚟講咧，你見得到有個嘅加權移動平均線，即係呢個嘅 WMA。咁 WMA 嚟講，我哋睇翻呢個紅色呢條，紅色呢條，其實咧就叫10天嘅 WMA 一個加權移動平均線。藍色呢條嚟講就20天加權移動平均線。咁留意嘅狀況嚟講咧，其實喺個情況裏邊咧，嗰個嘅加權平均線咧，其實都突破咗啦。今日嘅加權平均線，你見得到呢度就 7.08， 其實呢個咧就係10天嘅加權平均線。咁另一個咧，你見到呢個 7.05 呢個咧，其實就20天嘅加權平均線。咁現在嚟講咧，都係10天突破咗20天。所以第二個一個利好因素，其實加權移動平均線咧，亦都突破咗嘅。有呢個優點。好啦，仲有第三個優點。咁呢個股票仲有第三個優點，就係個形態方面，我哋所講佢嘅形態。形態嚟講係有一個咩形態咧？咁我哋睇睇佢嘅形態係點樣。呢個嘅形態方面咧，我哋形容到一個叫 L 底，一個 L 底。咩叫 L 底咧？即係類似我哋所講咁樣橫行，即係話個走勢咧由上方跌落嚟，去到下方橫行咗一段時間，跟住今日嚟講咧先再作突破。咁我哋話呢個 L 底形成咗，依家係突破咯。咁其實突破意思係講邊一個地方咧？好，我將個圖咧係放大些少俾大家睇先。好，我將圖放大些少俾大家睇。好，咁樣。我哋話嗰個嘅
L 底個阻力位係幾多咧？就呢個嚟嘅，好，就呢度呢個地方。好啦，咁呢個阻力位方面就係7個2毫半。嗱，呢個阻力位方面就呢個嘅7個2毫半啊。咁你見到呢度嚟講咧，其實已經突破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以呢隻股票計，咁佢有3個嘅優點出咗嚟嘅，一個就 DMI 一個突破啦，第二個嘅狀況就係 WMA 嘅突破，而第3個嘅狀況咧就係 L 底一個嘅向上突破咗阻力位。嗱，阻力位方面係講呢一個阻力位，即係講呢一個嘅狀況。咁所以呢隻股票嚟講咧，大家可以留意下嘅。咁如果用呢個嘅 AI 嘅方法作為一個炒賣嘅狀況嘅，咁有3點要留意到。第一，咁以升15% 為之一個食糊；第二，以跌10% 就做止蝕；第三就話要縮戰縮缺。嗱，咁我哋持股方面咧係唔多於5個嘅交易天。咁即係話喺呢5個交易天裏邊，又唔到上邊食糊位，又唔到下邊嘅止蝕位，咁點樣咧？咁都會離場噶啦，咁即係賺些少又好，輸些少都好，咁總唔知我哋第5天就要走人噶啦。咁呢個咧就留意下，因為有時個狀況嚟講係要縮戰縮缺嘅，咁我哋就以今日作為一個嘅基數日子去釐定嗰5個嘅交易天嘅狀況，即係由今日11月14號咁打後咁5個交易天作一個嘅計算嘅基準嘅。咁如果大家咧想喺技術分析裏邊學得精叻啲嘅，我哋亦都有啲技術分析嘅課程提供嘅，去翻我哋嘅網頁 3w.smartmoney.com.hk。咁去翻呢個嘅孫錄影課程裏邊，咁其中有一個咧就見到呢個叫做係技術分析投資班。好，咁我哋睇睇裏邊有咩內容先咯。好，技術分析投資班撳落去。咁呢個嘅技術分析班嚟講咧，咁屬於係個網上錄影 A 班。咁網上班嘅優點就話可以喺50天學習期裏邊不斷嘅重溫，一試聽唔明可以聽第2次、第3次，總唔知50天裏邊無限次嘅重溫都可以嘅，就加強你嘅記憶同埋有嗰個嘅認識。咁喺技術分析方面嚟講咧，我哋主要方面咧有2個話題嘅。咁一個話題方面就係圖表一個嘅話題就係數據分析。咁你話圖表方面主要有邊部分內容咧？圖表方面最主要嘅呢個好用嘅一個嘅陰陽燭。嗱，呢個一定要識嘅。好多時候你話睇個圖表方面嘅形嘅狀況係用陰陽燭呢個形態去度睇嘅。咁另外有時候我哋會提及到一啲嘅支持阻力線。嗱，呢啲亦都要懂得畫嘅，懂得睇位嘅。一啲嘅形態分析形態分析譬如頭肩頂頭肩底呢啲啦，一啲三角形嘅走勢嘅，一啲波浪理論我哋有時所講5個上升浪3個調整浪。咁同埋點樣通過一個嘅黃金比率去計一啲嘅支持位咁呢部分亦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喺圖表方面呢個嘅話題嚟講咧係好豐富嘅。好啦，另外喺數據分析，咁大家頭先聽我提及到嘅加權移動平均線呢個指標係好用嘅。咁亦都有提及到一個嘅 DMI 一個嘅動向指數，呢個都好用嘅，同埋一個嘅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 MACD。咁所以呢個嘅課程方面嚟講咧，對於你做一啲嘅股票買賣做一啲嘅期指或者一啲嘅期權窩輪外匯黃金都合用嘅。咁同埋呢個課程方面嚟講咧，仲有一個嘅優點。我哋嘅優點方面就話有一個嘅在線嘅發問，有30分鐘喺一個嘅 Zoom 方面有個1對1嘅一個發問，咁有時加強你嗰個嘅理解。咁所以呢個課程嚟講咧，有錄影，亦都有一個嘅發問嘅一個時段嘅。咁所以大家嚟講咧，要學習方面咧就把握個時機。咁學好啲，對將來投資無論股票期指期權外匯黃金都有利嘅。咁大家記住學叻啲做買賣方面自然嚟講咧就會醒啲嘅。咁我哋現在咧睇睇個恒指走勢圖，睇嚟緊嗰個嘅下個禮拜恒指嘅一個嘅框架波幅係點樣咯。咁大家見得到呢個圖咧，就係恒指日線圖嚟嘅。咁今日嚟講係2025年11月14號，恒指收市價係26,572點。咁今天跌咗咧係501點，成交方面嚟講有2328億。咁今個禮拜嚟講咧係升咗330點嘅。咁我哋睇翻嗰個嘅框架波幅係點樣咧？咁留意翻現在嚟講咧，如果你想睇個框架波幅睇得係好啲嘅、完美啲嘅，咁
咁我哋不如咧就跳一跳出去，跳一個咧係中線些少嘅一個嘅角度去睇，因為現在嘅走勢方面咧比較咧飄忽些少。咁我哋有時想避免呢啲咧，有時有啲出錯嘅狀況嘅，去到一個嘅中線些少睇，咁啊比較好啲。咁我哋點樣作一個中線些少嘅睇法咧？我哋將個圖轉一轉去，我哋而家睇呢個咧，唔好睇日線圖啦，睇翻個周線圖。我哋依家睇翻個恆指嘅周線圖。周線圖嘅意思就話一條嘅巴代表一個禮拜嘅意思。咁我現在嚟講咧，就會畫一啲線俾大家睇睇嘅。好，咁我畫咗俾大家睇先。嗱，第一條線，好咁樣畫法。咁第二條線就咁樣畫法。咁第三條線就咁樣畫。咁第四條線，好就呢度。好，咁我哋就咁樣畫法。咁現在嚟講咧，我將個圖咧整得整潔些少，咁俾大家睇落去咧就清楚啲添。好，咁樣嗱，咁我哋話如果下個禮拜裏邊恆指方面，我哋分開有兩個框架去形容啦。一個嚟講咧就細框架，一個就大框架。咁要用細框架嘅狀況去形容嘅，細框架去形容嘅一個細嘅框架。咁如果細嘅框架裏邊，下個禮拜個波幅區係幾多咧？如果以細框架去形容，咁個波幅區嚟講咧，就介乎於呢個嘅狀況係25,999點，同埋呢一個嘅狀況咧係26,572點呢個範圍。嗱，即係攞呢個嘅實心體呢部分做一個波幅區呢個細框架裏邊嘅下位25999，上位係26572。咁你話大框架喺邊度咧？嗱，大框架方面嚟講咧，就睇呢個嘅部分大框架波幅區就睇呢個部分，就攞呢一個嘅手嘅最高點，攞隻腳嘅最低點。嗱，攞個手嘅最高點，攞隻腳嘅最低點。咁嗰個手嘅部分最高點係幾多咧？就係27,189點。好啦，嗰個腳嘅狀況個低點係幾多咧？就25,496點。所以如果以個大框架嘅形容，個波幅區係幾多咧？就25496同埋27189。嗱，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呢兩個框架區細框架區同埋大框架區，大家要留意下。咁有時你做一啲股票做期指玩期權嘅策略，好好用嘅。甚至乎你做期權嚟講咧，呢個嘅框架波幅區可以俾你玩一啲好靈活嘅炒賣方法添嘅。咁大家留意下咯。好啦，如果大家喜歡我哋今集內容嚟講，記得 YouTube 裏邊咧係訂閱喎。嗱，咁訂閱方面嚟講，記住撳翻嗰個嘅隔離嘅鐘仔，咁到時你會收到最新市場嘅資訊㗎。或者你可以同你朋友方面分享我哋呢一個智財 TV 呢個內容添嘅。好啦，我哋未來集數裏邊再見啦，拜拜。